對應下現狀況先。揀第一組星幣王牌呢一組嘅朋友仔咧，而家嘅狀態咧，女性方、陰性方呢邊咧，其實你哋內心嘅感受咧好清晰嘅。喺你同對方日常嘅相處入邊咧，覺得對方講嘢、做嘢都好啦，好似帶住一種高高在上嘅姿態啦。好多大小決定都好似係由佢掌握、佢去控制咁，覺得對方冇顧到你嘅感受，承諾咗好多一次又一次，畫咗好多美好嘅藍圖出嚟，但係實際上咧，冇一件事係可以真實咁落地嘅，全部都好似喺度空口講白話咁。你哋嘅關係咧，長期處於一種拖拉、停滯嘅局面，類似住面臨住一啲關於七個月、七年之癢呢啲咁嘅狀況啦。無論係講緊曖昧狀態拉扯咗可能7個月，拉扯咗，甚至乎7年都係一啲唔清唔楚嘅關係，又或者已經步入咗7年婚姻，感情咧去到一個瓶頸位咁樣啦，雙方都好似冇辦法咧邁入一個穩定嘅階段咁樣啦，好多諾言啊承諾都兌現唔到，雙方曾經都係好浪漫啦，對呢段關係擁有好多好無數好美好嘅幻想，只不過隨住相處耐咗啦，大家真心嘅交流慢慢好似越嚟越少，好多嘢都擺咗喺心入邊，冇同對方去講，積積埋出嚟嘅一啲隱瞞啦、心結啦，而家慢慢浮現翻出嚟，而已經開始對於你哋以往甜蜜相處嘅回憶啊，一啲共同相處時候一啲好快樂嘅美好嘅時刻咧，都好似慢慢咁樣唔記得晒咁樣，變咗好似咧，包容唔到彼此，而雙方都喺度不停喺度審視緊呢段關係，究竟我係咪需要不停委屈自己啦？開始睇緊一啲關於現實嘅問題啦，呢個係而家雙方目前嘅關係狀態。而家一齊嚟剖析一下雙方一啲好深層內心嘅一啲想法先。首先好多時咧，你哋會以為對方係好敷衍啦，好唔重視呢段感情。對方嘅內心入邊咧都藏咗好多唔願意講出嚟一啲真實嘅想法。其實佢一直咧都係對你係好真心、好真誠，而係佢心入邊知道啦，以佢目前嘅能力啦、條件啦、擔當嚟講咧，冇辦法將呢啲諾言咧而家就實現。所以其實佢面對自己自身嘅不足嘅時候咧，佢都唔係太敢去坦然面對，亦都好驚。其實佢如果兌現唔到承諾嘅話咧，會令到你失望，令到你離開。但係其實喺佢嘅角度，佢都好厭倦目前呢種拉拉扯扯啊、躲躲藏藏、唔直接去溝通嘅一種相處模式。佢內心嘅心底入邊都好渴望認真咁去正視你哋嘅關係。只係佢內心嘅自卑啦、迷茫啦、畏懼，令到佢一直選擇逃避、拖延，唔敢去邁出嗰個穩定關係嘅關鍵一步。而你呢一邊呢，一邊咧就好執着於等待對方俾一個承諾你，同你兌現呢一切，一個確認嘅關係，推動關係去發展。一邊又因為咧呢一啲咁樣嘅幻想全部長期落空，令到你慢慢開始收起你內心嘅熱情，開始質疑呢段關係。質疑呢份信任，亦都掙扎於我又唔捨得，但係又走唔到，好似向前一步又唔係，退翻後一步又唔係嘅呢個狀態。呢組牌入邊都有提到有幾個可行嘅方案，大家可以去嘗試下，唔好再因為對方一啲佢講唔到、做唔到嘅嘢而執着，講出你自己一啲內心嘅不安同埋期待，同時嘗試下聆聽對方佢內心嘅呢種壓力，唔好認定佢就係全心敷衍你，減少咗彼此之間呢啲誤會。嘗試同對方講，我哋少一啲呢啲咁虛無縹緲嘅對於未來嘅一啲描繪，踏實啲，從平日每一日日常細微嘅小事做起，先定下一啲雙方力所能及、簡單嘅、容易嘅一啲少少嘅約定先一件一件落實咁去兌現翻。雙方都能夠實際行動去能夠做到嘅，去重新累積翻彼此嘅信任感、安全感，而慢慢去打破我哋以往嗰啲覺得淨係講唔做嘅呢啲相處嘅習慣先做咗細事、小事，逐件逐件做起先。而大家都要改變一個咧覺得好單方面掌控嘅呢個決策模式，
無論大事小事都習慣互相商量，唔好覺得單方面係比較高高在上作主嘅。記住，任何關係都係平等嘅、互相嘅，要平等相待，先至可以令到感情咧重新回歸返一個好舒服、好自然嘅狀態。都唔好將各自人生嘅期待都全部壓喺一段關係入邊，因為呢種做法只會令到雙方都開始慢慢覺得好窒息、好有壓迫感。要放慢，放慢呢一切，放慢對所有嘢嘅一種期待，先經營好自己嘅生活。而喺雙方相處上，先由微細細小一步一步做起，咁就可以減少好多呢啲患得患失嘅一啲自己嘅內耗。而呢段關係入邊啦，都有提到，其實我哋能夠喺呢段關係上學習到好多嘅嘢。有時真誠真心唔代表對方或者自己當下有呢個擔當嘅能力。更加要明白到愛情感情唔單單係靠甜言蜜語去支撐，行動同埋真正嘅責任感先至係維繫感情嘅根本啦。所以唔好再被呢啲浪漫嘅幻想去蒙蔽住自己嘅雙眼。我哋要直面到關係嘅不足，學習到唔好逃避，唔好拖延，而唔好嘅性格或者相處上一啲唔好嘅習慣啦。逃避只會令到呢啲問題越積越深，所以我哋先勇敢面對咗自己嘅呢啲不足，再去面對感情上呢啲覺得現實嘅落差，先至可以改變到目前呢個狀態。要記得，我哋唔可以為咗感情一味咁去妥協去退讓，亦都唔好因為一時嘅失望呢封閉咗自己嘅內心。我哋要做到就係守住自己安全，保護自己底線嘅同時，都要學習到去體諒彼此嘅一啲局限。有時往往係當下真係未有呢個能力去達成嘅時候，都要學識得去體諒。跟住就係我哋要學習接受關係嘅成長變化啦。我哋要學識咧喺相處上互相嘅磨合適應，亦都要識得判斷呢個關係係咪真正適合自己。當每個人每日都喺度成長變化緊嘅同時，咁如果雙方都每日喺度成長變化，就必須要經歷呢個磨合嘅階段。所以我哋要學到嘅就係先接納自己嘅成長變化之餘，亦都學識得去體諒對方。而當呢件事能夠做到唔係淨係單向，雙方都一齊去包容、理解、接納嘅時候，雙方嘅關係先至唔會再隨住時間、人物關係而又再一次造成傷害、唔理解。呢一張指引牌、祝福牌嘅寓意咧，就係代表住啦，過往一啲好傷心嘅往事啦，積積埋埋嘅心結，一次次落空地嚟嘅難過啦，曾經一把一把拮傷你嘅呢啲劍啊，或者對方造成嘅傷害咧，佢之間嘅呢啲困擾啦、呢啲芥蒂啦，其實係可以化解的。我哋只要做到就係唔好執着糾結過往嘅遺憾、過往嘅失望，放低心底入邊嘅怨氣，對對方嘅猜忌，重拾信任。重拾彼此嘅安全感，可以睇清楚你哋關係入邊一啲你哋誤解咗對方嘅事情，亦重建翻呢一份嘅信任安全感，慢慢嘅積以累咁去學習同對方磨合相處。而最重要嘅就係先好好愛惜珍惜自己，咁樣先做到無論呢段關係最後嘅走向係點樣都好，都唔會再被呢一啲怨氣啊、遺憾、失望同埋傷痛去傷到自己。加油啦！呢段關係目前嘅狀態咧，就形成咗一種僵持、停滯嘅局面啦。女性方陰性方咧會覺得對方好似冇咗往日嘅熱情啦，相處時變得好理性、好理智，甚至會覺得對方講嘢咧好惡、好凌厲，唔會再好似以前咁好溫柔咁去對話，搞到佢覺得咧呢段關係嘅感情淡咗啦，變到咧你哋之間容易咧會好多爭執對峙，雙方都守住自己嘅立場。甚至乎咧會變到冷戰、沉默，表面咧維持住一種好似風平浪靜咁樣嘅相處，但係你哋都已經開始懷疑緊，其實對方仲在唔在乎自己呢？但係透過呢組牌嘅能量啦，我可以見到其實完全唔係你哋以為咁樣噶。好多時你哋以為對方冷漠唔在乎，但係其實佢內心嘅堅定同埋溫柔從來都冇變過。其實對方男方陽性方佢一啲隱藏嘅真心係。
佢只不過係習慣咗用理性去武裝自己，但其實一直都將佢自己最柔弱嘅一面留咗畀你。你見到佢對外係好似好凌厲啦，好果斷，好似高高在上咁，但係其實當佢面對你嘅時候，佢就已經會卸下所有嘅外殼，留翻最溫柔嘅一面畀你。佢亦都好厭倦目前呢種好對立、不停爭吵、爭執嘅狀態。佢從來都冇諗過要離開你，更加冇畀外界嘅一啲野花野草影響過。無論身邊有幾多誘惑都好啦，佢自始至終堅定嘅都係你，呢一點係從來都冇改變過㗎。佢一直都有好好守護住你哋嘅家，佢自己嘅內心，好用心咁經營住你哋之間一切嘅關係啦，一切嘅相處。只係佢唔習慣將愛掛喺嘴邊。佢只不過由細到大都係習慣咗要用理性、實際嘅行動去撐住呢一切。曾經你哋都經歷過一啲理智同感情拉扯嘅時期，令到你哋覺得你哋之間嘅情感流動變得好少，或者感受唔到嘅愛意，以為對方變咗。但係事實上呢，你哋雙方嘅心從來都未離開過彼此，一直都仲係連結住，只係俾呢啲外界或者外在理性同埋生活嘅壓力掩蓋住你哋嘅真心。佢從來都唔需要做任何選擇，因為答案由始至終都係你。而陰性方女方嘅狀態又點樣呢？處於一個迷惘入邊，你見到對方理性、理智、沉默，就以為對方唔在乎，但係你忽略咗就係呢，佢喺行動上面一啲對你嘅堅定，令你覺得熱情開始消耗，你亦都變到唔再主動表達你嘅愛意啦，懷疑呢段感情啦。其實你嘅內心入邊你都好堅定㗎，只不過俾表面呢啲僵持咧遮住咗你哋雙眼。你而家喺度咧默默咁衡量緊呢段關係有冇未來，有冇將來。但係你唔知道嘅係，你哋雙方嘅將來一直望緊、展望緊嘅都係同一個方向。所以咧，我哋要學習到嘅就係，我哋要明白理解到有時理性背後嘅溫柔，唔好俾表面淨係眼見嘅嘢誤導咗你。你唔可以懷疑對方嘅真心，先觀察、留意下對方一啲細小嘅行動，例如佢留飯畀你食，一齊做家務，面對好多壓力，佢自己默默咁撐住，呢啲咪就係佢理性背後隱藏嘅愛意咯。你哋大多數嘅矛盾啦，都係存在於誤解，所以唔好再用指責對抗嘅方式去相處。你都可以先主動打破僵局，唔需要好大動作㗎。剛剛返嚟講句今日辛苦你啦，或者一個簡單嘅擁抱都可以令佢感受到你嘅心意，係佢自己嘅防備。同時都要好好正視你嘅內心嘅想法，唔係叫你淨係去欣賞對方、留意對方嘅行動，你都要好好正視你自己嘅情緒。你都要將你啲懷疑啊、疑惑咧，直接同對方講，揾個合適嘅機會同對方講。有時其實見到你咁理性、咁理智，我都會有啲不安。其實我知道你一直都喺度，我哋可唔可以試下一齊，譬如一齊煮餐飯？食完飯就一齊去散步傾下偈，放鬆咁樣去相處。咁要記住啦，坦誠嘅溝通其實可以化解好多不必要嘅誤會㗎。而喺段關係入邊啦，其實好希望你哋學識嘅就係咧，先睇穿咗理性背後嘅一啲愛意，唔好俾表面嘅形式去呃到自己啦。愛情其實唔一定要係需要甜言蜜語，你要學識去睇得明呢啲行動式嘅語言，唔好俾沉默理智去誤導咗。有時堅定亦都唔需要講到出口，對方之間其實有種信任默契，咪就係你哋呢段關係最堅定、最大嘅能量同埋底色咯。因為你哋雙方嘅心從來都冇離開過彼此，呢份咁大嘅堅定唔需要靠任何嘢去證明噶。你哋只要信任彼此、相信彼此，唔好因為表面嘅僵持、沉默就質疑你哋嘅感情。要接受每個人表達愛意嘅方式唔同。唔能夠去強求對方變成你想要嘅樣子，即係例如，我好希望佢係一個時時刻刻都講我愛你、我愛你、我好愛你嘅人。咁而對方就係唔係呢種人嘅時候，佢淨係習慣用行動表達，我願意為你默默付出。咁係咪代表佢唔愛你呢？呢個只不過佢表達愛意嘅方式同你所期望嘅方式唔同，所以唔可以因為表達方式嘅不同，否定對方嘅一切。我哋先學習嘅就係用合作
嚟代替對抗，一齊去雙方共同咁去面對每一日，面對生活。你哋一直以嚟展望緊嘅都係同一個方向，同一個將來，所以你哋本來就係同一陣線嘅 partner，唔係彼此嘅敵人。要學識互相體諒、互相扶持、互相包容，先至可以走得更加遠㗎。呢張指引祝福牌嘅意思就係想話俾你哋聽，唔好再用一啲咁尖銳嘅說話，令到對方成為自己嘅敵人。你哋記住，你哋從來都唔係彼此嘅敵人，你哋係同一陣線，展望緊同一個將來嘅 partner。提醒住你哋冷靜落嚟，重新望清楚自己同埋對方嘅真心，亦都提醒住你哋呢，唔好被一時嘅不安而衝動做任何決定，唔好俾表面嘅僵持沉默就忘記咗雙方由始至終其實都對對方嘅嗰份堅定。祝福你哋早日睇清楚對方理性背後嘅呢一份溫柔啦！記住，你哋嘅心從來都冇離開過彼此，只不過仲需要多一點點嘅信任，多一點點嘅理解，就可以重拾翻以前嘅默契。喺往後嘅日子呢，整翻溫柔同埋安定，加油啦！呢段關係咧，一開始咧，其實都已經係備受祝福啦，身邊嘅人嘅認可，好多甚至乎係青梅竹馬，由細玩到大，一齊長大，一齊經歷，一齊面對好多唔同人生階段嘅一種關係啦。彼此嘅家人啦、朋友啦，都係睇住或者見證住你哋。只不過咧，係隨住成長，隨住長大，你哋嘅人生方向開始唔同，可能有一方要離開去其他國家讀書、出國發展，或者大家嘅事業、生活軌跡越行越遠，方向唔同，而導致雙方暫時分開。距離啦，以及各自人生嘅方向成長，慢慢造成咗好多嘅誤解、心結同埋負擔，令到雙方嘅溝通減少，彼此嘅世界好似變得越嚟越唔同咁，先導致呢段關係變得疏遠。令你有時咧會覺得會懷疑呢段由細到大或者咁多年嘅感情，係咪就因為距離或者呢啲方向發展嘅唔同淡咗呢？先睇睇男方陽性方呢啲隱藏嘅真心先。其實佢對呢段感情嘅重視，呢段由細到大嘅緣分喺佢心入邊，從來都唔係一段好普通嘅感情，唔係普通嘅愛情，而係一早已經俾佢認定咗，佢視為人生歸宿嘅一段關係。所以其實無論距離又好啦，時間又好啦，佢心入邊都從來冇動搖過㗎。佢一直咧都喺度默默努力，希望咧可以拉近你哋之間嘅距離啦。為嘅就係有一日咧，希望可以重新一齊生活，而好好努力，先專注做好而家嘅佢，先至可以展望未來你哋一齊嘅生活㗎嘛。佢可能喺國外讀書、外地工作，所以佢將目前所有嘅精力先放喺自我提升上邊。唔係因為唔在乎，記得啦，坦誠嘅溝通啦，就係可以化解到好多距離或者時間帶嚟嘅一啲誤解。唔好將呢啲心結屈埋喺心底入邊，要講出你嘅不安，同對方表達你嘅想念、你嘅掛念，同時都要聆聽下對方佢嘅壓力同埋迷茫，重新喚起呢份咁多年嚟或者由細到大青梅竹馬嘅呢份默契，揾翻你哋共同嘅回憶。一齊先重溫翻呢段回憶，呢份嘅美好先，因為呢份咁長遠以嚟積積累累嘅呢啲感情，呢啲緣分，就係你哋最獨特、最堅固嘅基礎，足以幫你哋打破跨越距離帶嚟嘅障礙。唔好俾目前嘅距離困住自己，同對方一齊規劃未來，一齊諗一諗，重逢之前我哋要點樣達到一啲目標，點樣彼此先各自去努力，一齊制定大概幾時我哋可以見面，幾時可以終於唔需要再分隔兩地，先為對方為自己一齊共同訂立一啲目標，咁樣大家就唔會再迷茫，各自嘅努力都係為咗將來可以重新走翻埋一齊，互相體諒，理解彼此成長嘅所需要嘅空間。雖然我哋目前好似人生方向唔同咁，但唔代表感情會淡咗。只不過大家而家先喺各自嘅道路上努力向前行，努力成長。再次記住，而家短暫嘅分開，先專注自己嘅努力，就係為咗將來可以更加好咁走埋一齊。亦要學習體諒對方嘅忙碌啦，對方需要空間，需要時間去長大、去成長、去發展，自己先專注自己要成長、要努力學習嘅方向先。
學識信任呢份咁特別嘅緣分，唔好俾距離同埋時間去動搖咗。你哋呢份嘅連結咧，係好多人都冇嘅一種幸運，一種好特別嘅緣分。唔好因為暫時嘅分開就質疑呢段感情嘅本質。距離從來都唔係問題，問題係你哋彼此嘅信任。要明白到啦，愛唔一定要時時刻刻都守喺對方身邊，真係彼此先至係最重要。就算隔住千山萬水，只要彼此嘅心一直喺度，呢段感情就唔會斷。亦都要學識相信重逢嘅可能，學識接受變化，大家一齊共同長大。學識用自己溫柔嘅力量去馴服，去駕馭呢啲嘅不安，唔好用爭吵同埋質疑嚟到消耗彼此嘅關係。記住，你哋本身就擁有住一份溫柔強大嘅力量，用呢份溫柔變成理解同信任，代替指責同埋猜忌，先至可以守住呢份受到祝福、咁幸運、咁特別、咁獨特嘅感情。呢張指引牌祝福牌嘅意思咧，就係想話俾你聽啦。你哋之間因為距離帶嚟嘅不安、猜忌、隱藏嘅誤解，終於慢慢散去啦。以前你因為唔確定而產生嘅恐懼，因為迷茫而產生嘅懷疑咧，都會慢慢咁樣散去。你終於可以睇清楚對方嘅真心，睇清楚你哋之間從來都冇斷過嘅連結，唔會再被距離同埋時間或者呢啲人生唔同嘅方向而帶嚟困擾。同時提醒你哋咧，要放低呢啲負面嘅情緒，多一份信任，多一份理解，你哋嘅關係就可以走向光明㗎喇！加油！